诈骗加唱手哦，手法嘛800款，有真侪拢用游戏点数来做诈骗。有受害者家己因为买游戏点数哄骗的经验公开哦，有民意代表嘛公开呼吁中央应该随启动3大改革，包括订定游戏点数的管理办法，成立跨部会处理的平台，推动平台实名制来防止诈骗洗钱。诈骗手法真侪种，最近几年。游戏点数也正做诈骗金流的看旁。最近出版全球诈骗天堂的作者艾琳亲自公布，伫 Facebook 所被下上骗防诈骗了后，汇款到游戏点数公司口座，将基本无法度追回，真是经过。我曾以为自己够谨慎，但诈骗集团看穿的不是我的贪婪，而是我的信任。他们为我量身打造的剧本是卖家身份需要验证，这才是当今诈骗最可怕的地方。新北真侪位机关共同召开记者会，呼吁中央政府甲立法院重视问题，推动游戏点数制度改革甲跨部会监理。林国春指出，游戏点数平台实质上早已经负担大量资金流通的角色，却无符合任何监管规范，这平台就像无照的虚拟银行。大家知道说我们是罪行法定主义，如果你没有这个特别法，没有这个普通法的构成要件，是没有办法去纳管，没有办法去这个移送包括现在司法、警察、调查局或检察官、法官，针对类似的案子是束手无策。大多数呢，这个游戏点数在购买跟转售的时候是无需要绑定实名的，所以容易遭到包括人头或者是假账户的操作。点数的贩售平台呢，未纳入金融机构等同等级的客户审查规定。客户审查规定很重要哦。如果没有客户审查规定，其实随便的人都可以去购买。民来呼吁中央爱随启动3大改革行动，包括订定游戏点数管理办法，将点数交易平台纳入金流监管，成立跨部会处理平台，设置受害者申诉甲金流调查专责窗口，推动平台实名制。KYC 审查金流漏痕甲异常性保定机制，强化洗钱防治能力。到这个进程，司法部暂时无回应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